缆车也有充电器，不必插头，你直接电连线的。蓝调，你看电游览车是新的设备，可以充电，手机充电，行动宝也可以充电。哦，真的是很进步，游览车都可以充电，不必插头，只要电连线。哦 ，USB 电连线，好棒好棒哦！司机大哥介绍才知道用的。长相，要高桥，要高桥，要高。9219，看一下高，有点天昏了，天昏。9119了，219。看来要到佛光山附近哦。太高了啦！带一条。搁到5分钟看卖，右边哦，去佛光山啊，佛陀纪念馆。你要到佛陀纪念馆啊？还没，对南澳高的塔拄啊，你对南澳高的塔拄啊，迄个爱累啊。加两个高啊！系啊，啊，这个塔拄啊，迄个爱累啊，咱会当去佛陀纪念馆。啊，累个细哩，细向西。还是个较头前。这个搞了，水上桥这个搞了快。哦，水上桥。哦，水上桥。水上桥了，半贯了。哦，水上桥，水上桥头前要水上桥啊，水上桥要那个向右看，他看到佛光山佛陀纪念馆。哦，头前有这个斜张桥。看那边佛陀纪念馆呢，来呀，佛陀纪念馆来，看那边佛陀纪念馆啊，佛陀纪念馆来。